哎，当然去先。好多大先是多么知道哩，家人我家冇分先到外面都三门先上到脚嘛，三门先到脚那个啊，干到，干不出那个干到了，我找个车，三门我是到当我娘的脚啊。行。嘛，你自己了解嘛，去谈，你自己就对了。都要才大行了，知道。我妈我掏钱，我叫我大行了是。你这样在那直接干。你要点就知道了。哎，大家不要早上。早点知道，真找了个这呀。个这早点个什么早点我猜，早点没到人了，这个没了，没到人了。哦，这回发没了是了。这不能是个早给个那个这道路不开那个。不吃个我都好赔啊。个这白天知道，个知道吃过那个，现在不知道脑里带过做呀，多了这个叫你叫我啊，我好留神。人我咧，冇去到腳咧，唔到，到時先到腳噶啦。啊，人哋腳有啲腳唔冇腳唔知。大家知道，咁到我大家知道分，咁到分，咁到滑梯咪一樣啦嘛，咁到滑梯係一樣啦嘛，到位，個人到哎，你呢個是睇呀？收你嘛，收你。個人到滑梯啊？收你，咁到滑梯呀，咁到個有路啦嘛？收你。被叫零食就過咗去。你咁樣就咁咪揸住，乜嘢唔知道都係咪？我知道咧，個農夫都係咪？個做個農夫都係。估計揸個揸住條路個紙本喺度，個紙本喺度，我